向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7日公司台语台在一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桃园机场的群组感染继续扩大，病毒已经探入社区。疫情指挥中心甲桃园市政府伫昨暗11:40分半暝半公布，佫新增加4个确定病例。一个是桃园机场的查某保全，另外3个是歌友会的相关人员。这波本土疫情目前已经有12个人确诊，其中有4个人已经验出来是胃着 Omicron。指挥官陈时中是坦白讲，目前的状况有淡薄紧张。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嘛有找专家开会，决定第3档预防射甲第2档预防射要注射的时间是对让5个月缩短变作3个月，伫今仔日会对外公布细节。桃园机场群组感染，搁再新增加4例本土个案。指挥中心甲桃园市政府昨7暗紧急开记者会，公布新增加1位桃园机场夜班的女保全，初5上班有症状，采检了确诊。主管就直接带她到医院去做这个相关的检查，那在那里也采检。那采检之后就让她回家等。那今天的报告出来，那她是确诊。这位女保全上班的地点主要是伫1楼入境的大厅甲3楼出境大厅的外围，所落来会对391位保全公司的人员做 PCR 采检。另外，还佫新增加3例确诊，是找人伫咧歌友会采检站验出来。60岁的一个女性啊，那她因为她有妹妹在家里，她妹妹因为她今天来采检，妹妹跟着她来，所以是跟着姐妹一起确诊哦。那另外一位是一个59岁的一个男性。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那他大概也是在这个过年前，几乎每天都在歌友会。因为有确诊者甲囡仔带做伙，桃园市卫生局伫咧囡仔检验结果还未出来之前，囡仔读的小学初7预防性停课1天。另外，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初6新增加42境外移入加3例本土确诊，是进前确诊清洁人员的同事。目前桃园机场群组感染已经知影有4个人是 Omicron 变异株。指挥官陈时中讲，状况有淡薄紧张，不过目前还佫伫咧已经知影的传播链内面。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桃园机场群组感染继续扩大，桃园机场对今仔日透早开始，除了防疫检查司机爱采检，另外针对长途的租车、包车驶防疫车辆的司机，嘛拢可去做采检。由桃园机场桃园病院负责，拍算会采检1000多人。现在的话是桃园医院在机场健车大哥们，我们来做这个口水唾液的筛检，然后希望说筛检之后的话，这些大哥们都可以安全的提供他们的服务。那今天为大概1100多位的健车大哥们来做完。因为桃园机场群组感染内底有一个防疫客运车司机确诊，加上昨暗佫传出有一个保全嘛确诊，所以即马要决定扩大采检，包括防疫客运车司机，也佫伫机场长途的租车、包车的司机，计共有1000多人，拢爱采检。采检是阴性的人，就会摕到亲像这张青色的卡，安尼才有法度通行。来关心桃园机场群组感染事件扩大，目前有12个人确诊，内底有7个确诊者是清洁人员，因拢是坐交通车咧上下班的，因无固定的座位，坐路线嘛无固定。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第警戒降级了后，有真侪单位的防疫真正是放冷气啊。桃园机场清洁外包公司的员工做伙坐游览车去桃园机场。因为知影有同事小连续确诊，大家拢真注意，把防护做好，都是惊去患着新冠病毒。我们都有做消毒，你看都有准备那个酒精在身上，随时都会那个下车他们就要开始清消，上车都要清消，就不可以说乱做这样。桃园机场的群组案持续伫炭烧，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个清洁人员，还有一个防疫客运车的稳定确诊。经过疫调了后，发现讲，这7个确诊的清洁人员，因拢有坐通勤的交通车，进前无规定座位，所以坐无共交通车的嘛去围着。针对这点，指挥官陈时中讲，防疫警戒降级了后，大家对防疫是已经无遐尔谨慎啊。原来爆出来的都是也就是很规矩的这样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也是因为我们有前进指挥所，才能够对细节能够更清楚的了解，那也马上就掌握到在三级警戒以后降下来之后，这方面的措施就已经松懈了。为了理清这个军事案，指挥中心已经在桃园机场成立前进指挥所。医护会执行长王必成表示，防疫措施会扩大到其他的机场。另外，清洁人员的交通车都要固定座位，而且坐固定的路线，嘛要落实档位坐，而且嘛有定出车长工课的责任。这个规定会为即时就开始实施。比如说这个混搭那就是我们就是要求说，他这个每个人都有固定的座位那固定的这个线路那如果你要更换或要加入新的，就必须跟公司申请，而不是只跟车长讲一声就可以。因为这7个确诊的清洁人员拢是信息集团的员工，除了桃园机场，因也阁有承包代替、高铁，也阁有捷运的清洁工课，互外界烦恼讲这个感染敢是会扩大。针对这点，信息公司表示，员工拢是伫固定的场所咧做工课，袂去其他的所在支援。就算其他的所在有欠卡手，负责桃园机场的员工甲主管，拢也是干那负责桃园机场尔，袂去支援其他的所在。也若交通车，嘛干那限制伫桃园机场做工课的员工会当坐。上车进前会先消毒、量体温，嘛要求爱挂喙安。车顶嘛禁止食物件甲开讲。记者综合报道。这波桃园机场的军事感染内底有一个17239接案，根据桃园市政府的疫情调查，伊伫下年暝又去歌友会聚会，甲上千人做伙食饭、做伙唱歌迎接新年。伫普通时啊，伊嘛有伫内底做临时工，所以伊接触者恐惊袂少。桃园市卫生局即马嘛要针对歌友会成员扩大采检，而且要伫当地设体检站。因应确诊者捌来，店面铁门有乱暂停营业，由清洁人员进行大规模消毒。这间伫桃园市中正路的百货商场，礼拜三卫生单位就通知捌有确诊者来，迄天就完成消毒。面对机场规定小话摊开，店员感觉有淡薄烦恼。昨天就有再加强一次，就对了。对啊，你们自己会不会担心？当然会啊，怎么不会？桃园市礼拜三暗时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拢是桃园机场外包清洁人员。便利商店、小吃店也甲大卖场拢捌去过。这3个人拢是进前已经确诊的个案17239的同事，因为疫调显示个案17239跨年期间伫金爽歌友会，卫生单位要求歌友会爱会员注册，伫当地设立临时体检站。刚刚采检的是不是？对。什么时候通知你们来采检的？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几点的时候？大概8点多的时候。这2天自己会不会很担心？当然会啊，那一定的嘛。我连家人都不接触，我自己一个，连朋友那边我都不去，就是怕影响到给别人。他因为他上大夜班，所以可能时间上的关系吧，他大概每次大概就玩个2项，大约3个小时就回去了。歌友会证实，个案17239伫歌委会工作，跨年暗伊无参加餐会，是活动结束了后，甲几个朋友去麻雀间3点钟，坐伫麻雀间上内底的麻雀桌。歌友会坦白承认，迄个时阵防疫做哩无确实，门口敢若喷酒精消毒，无是连坐，所以呼吁跨年迄天有参加活动的人，爱家己回来体检。金赏歌友会并不是所谓危险场域哦，我想大家要就近裁剪这是一个原则。对于同机场规定小话扩大，机场公司的总经理也写公开配合员工，表示看到清洁大哥大姐落雨天透暝由上班交通车换坐防疫巴士去集中检疫所，有真侪痛心甲唔甘。大哥大姐为机场清洁努力，即马阁爱为大环境暂时牺牲个人的时间甲空间，希望大家体检莫阁有阳性反应。同时也呼吁第一线的工作同仁一定爱顾好家己的身体，个人防护甲四周围的清洁消毒绝对袂当放零。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先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增加，北台湾落雨嘛变嘛较寒。玉山伫昨暗甲今日早起拢有落雨势，若合盘山早起是落雪啊。今日各地早暗较凉冷，若透早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敢若12度6。咱做伙来看分图。东北季风增强，加上水气较饱甜，玉山昨暗甲今日透早拢有落雨势。气象局是表示，冷空气高位，今仔日伫3500公尺以上的悬山拢有机会会落雪。上新的消息是，合欢山早起就落雪啊。
那今仔日伫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雨会较粗，气象局早起嘛有针对台北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今日中南部有地暂雨，那北台湾规工拢真寒。今日透早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敢若12.6度。明仔载水气就会变较少，落雨的范围就会变较细。大台北甲东半部有局部地暂雨。那后礼拜一，东北季风减弱，温度会小可回升。也毋过后礼拜二，阁有冷空气会入南，而且这强度是瓦近大陆冷气团，中部以北、东北部低温剩无10度，乡亲爱斟酌天气的变化。来关心上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CPI 是2.62%，这已经是连续5个月超过通货膨胀2%的警戒线。行政院即马是斟酌咧看17项重要的民生物资价格的波动。若起较凶的，就是亲像鸡卵、起膏，这年增率拢超过13%。若卫生纸嘛要活4%。现胖的果汁店最近部分水果进货成本起真济，苹果、葡萄柚拢是国外进口的，因为太港欠货，价销起2成，即马差不多拢用本土水果来代替，别仔接的成本更悬。业者讲目前维持价销无起，毋过未主动推销，敢若未互老顾客。店内敢若芹菜汁条悬，一杯纯美国芹菜汁为60起到100。还有芹菜也很贵，因为芹菜我们一般芹菜要进口的60，它会抬高到100。也个咖啡店业者，咖啡豆仔差不多拢是南美洲进口，也想要起价，毋过行一个起，人客变少，小店面也个忙做忙看。尔即间馒头专卖店坚持无要起价，主要为人事成本来省，员工拢是家己人，佮加上政府最近免电收关税6.5%，米粉的成本降低，毋过太港的问题也是无解决，关税降后加起价也扯袂平。那过完年之后，我们尽量精简我们的人事，菜呀，很恐怖啊，蛋啊，很痛苦啊。农历年过后，我们还会做一下最后面的观察。物价压力大，主计总处公布1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2.62%，已经连续5个月破2%。全年 CPI 年增率是1.96%。毋过行政院关心17项重要民生物资 CPI 年增率达到3.46%，鸡卵 CPI 年增率13.75%，起膏 CPI 13.77%，沙拉油 CPI 8.83%，卫生纸挖近4%。那因为最近天气比较寒冷啊，那产量比较减少，所以蛋价的涨幅是扩大的。借端来涨价又是一个掠夺现象，呼吁主管机关好好检讨对大众物资的减免。最近行政院物价联合客家小组为顶礼拜开始展开客家，伫咧查8间牛肉、鸡肉、猪肉，也甲水产的供应商、甲贸易商。截至目前已经查完24间连锁餐饮业者，也甲17间供应商。记者综合报道。加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中国停止进口咱台湾的往来石卡甲冷布了后，中国的海关总署伫昨昏嘛宣布讲，要搁暂停咱台湾2间养殖场的活鱼，因为伫石斑鱼的身躯有验出禁药。有一个业者是发冤枉，讲因的资料互偷摕去用。那另外一个业者是表示，毋知叨位出问题，也毋过因绝对无用禁药。来关心电塔报。立陶宛的国防部去年指控中国做的小米手机，这款手机啊有治安的记录。咱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昨昏嘛点名讲，这款手机啊内底真实有软体，是有政治敏感数据的检查功能，所以会依法去调查。若代理的咱台湾小米公司是好人，强调讲维护用户的隐私是上要紧的，因拢有遵守法律。来关心自由时报。行政院通过考试院函送的法律专业人员资格甲任用条例草案，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或者相关的公务人员考试，这4项考试会合做伙斗阵考，才搁分流。继续关心本土疫情，除了桃园机场群聚感染头扩大，台北嘛新增加1间旅馆。防疫旅馆的群聚感染，之前有公布境外移入的个案17127，经过调查了后，是隔壁间甲旅客相会的，所以即马是改做本土病例。这嘛是台北市第4间防疫旅馆出现群聚感染。
还佫传出一件新的旅馆的群聚案，发生伫去年年底，台北市中正区的某一间防疫旅馆，原本互列做是台北入境的暗号17073甲17127，两个人住防疫旅馆的时间有顶差，而且是住隔壁房。经过病毒的基因定数发现讲，拢是去挖着 Omicron， 敢若侦查一个位点。经过流行病学的调查推论，是暗号17073挖互17127，所以甲暗号17127改做是本土病例。这嘛是台北第4间防疫旅馆的群聚案。经过它相关的一些序列，那两个是一样所以他们算是一个群聚。那判定是17073传给17127所以我们今天把17127改列为本土的案例。考虑新增入境的人阵增加，加上最近台北入境的病例变多，为了确保国内医疗的容量，指挥中心宣布扩大设专责病房来应变。台北区的话，总共会要开设436间的这个病室，然后北区的话会要开设150间的这个病室，所以合计就是会开设586间。桃园机场群聚案，上新病毒基因定数嘛已经出来啊，有4个人去挖着 Omicron。指挥官陈时中讲，为时间上来看，确实有发生几啊波感染的可能性，情形有较复杂，需要更较侪资讯。国内目前新冠疫苗第1档的注射率是80.11%，第2档是69.73%。不过75岁以上的侪岁人，头1档的注射率是73%，第2档敢若67%。但是中国一概呼吁侪岁人，若是身体状况有稳定，就要赶紧注疫苗；若是行动较无方便的，嘛会当向卫生单位申请到厝注射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即阵本土疫情佫出现，Omicron嘛探入社区，各县市拢加强防疫。台中市政府就宣布讲，对即马开始到2月14，民众出外拢一定爱挂喙罨。若防疫旅馆的人员，就算有做过2档预防射，逐礼拜嘛是爱做快筛，若是违规会罚款。台北市中正区这间防疫旅馆佫验出2例感染 Omicron 变异株，其中1例改回本土个案，这是台北市第4间防疫旅馆发现群组感染 Omicron 疫情紧张，最近以美国移植上济。不过美国无列重点高风险国家，台北市长官提承认，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加危险。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嘛。我认为现在美国回来的恐怕比其他国家更危险。桃园机场群组感染，一个在新北市的清洁人员染疫，活动行踪以桃园为主，国内5人，4人PCR阴性，1人也在检验当中。状况都可以控制，因为同志家人采起来都是阴性，那所有的活动史大部分都是在桃园，所以新北市的目前状况是稳定。为印尼回台确诊的1名20多岁女性，为去年12月27到29到花莲旅游，3天2暝，行踪遍布小吃店甲风景区，官府紧急扩大酷热采检。49位里面，其中有5位呢有呼吸道的症状。那昨天晚上也都安排到医院去做检查 ，PCR 的检查。那也很开心的就是全部都是阴性。台北市防疫旅馆甲桃园机场拢发生群组感染，台中市也宣布存在防疫专案，高风险人员爱完成做2剂疫苗，满14天，餐饮业者爱挂喙罨便当，年会大家明试食，往哪行往哪食，伫外口无挂喙罨爱处罚。提早启动春节防疫专案，那透过大家提早部署，加强部署，从严面对，而且我们要加重处罚。台南市是要100台紫外线循环气流杀菌机，提供给57间防疫旅馆使用，加强防疫。空间环境不是那么样隔绝那么好的，我们会优先提供。年节要到，境外移入个案增加，行政长苏贞昌去指挥中心视察，强调目前医疗量能充足，也搁伫严控制范围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9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548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43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7198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174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5800万例，印度是超过35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130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1000万例。
Omicron 伫全世界继续咧传，智利已经宣布从后礼拜开始，因要做第4档预防射，这是拉丁美洲的国家头一个。那同年期，因为当地人对因国产预防射有信心嘛，所以注射率有提悬。伫葡萄牙，因是鼓励民众去注射，而且加一寡好康，讲有做第3档预防射去看骹球比赛，就毋免摕体检阴性的证明。全世界疫苗注射率上悬的国家之一，智利已经有超过85%做过2剂，57%做过第3剂。为了要应用高传染力的 Omicron， 政府初六宣布要做第4剂。智利12月初通报第1例 Omicron， 到现在已经有700例，大部分都是境外移入。Experiencia nos ha mostrado que la eficacia de las vacunas y también de los refuerzos disminuye con el tiempo y también con la aparición de nuevas variantes. Vamos a iniciar un nuevo proceso de vacunación masivo con una 4ª dosis o una 2ª dosis de refuerzo, porque necesitan reforzar su esquema con mayor urgencia. 因为对家己国家研发的疫苗特COVID有国家管的信心，土耳其各地注射中心有愈来愈多人登记要做特COVID，顶礼拜得到紧急授权，不过已经比原本的计划慢几多个月。Daha önceki aşıların BioNTech'te 3. dozun Türkovac'ın onaylanmasını bekledim 3. doz için. Yerli ve milli bir aşımızdı. Bu bizim için yeterince gurur ve onur verici bir kaynaktı. 1600 ve 2000 bandında Turkuvac aşısı yapılıyor. 会当讲是全世界注射率模范生之一的葡萄牙，虽然是有加码优惠。自后礼拜日开始，做过加强针的人去看运动比赛或者是餐厅，拢唔免搁再传体检阴性证明。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疫情滚价，美国甲巴西即马是拢已经决定讲要甲做预防射的年费降低。美国的疾病管制中心专家会议已经决定讲年费是降到12岁。那巴西是按算要开放5岁至11岁的细汉囡仔嘛会使做预防射。另外，伫意大利即马因是规定讲50岁以上的民众都一定爱做预防射，才会使去出门去上班。美东时间初5，美国疾病管制局 CDC 的专家会议以13-1的票数通过决议，建议政府将第3剂疫苗的年纪为原先的16至17岁扩大范围到12至15岁，来防止快速传开的 Omicron 变种病毒。条件是做完第2剂了后，至少爱5个月再当搁做第3剂。同时，前2剂做的是辉瑞药厂的 BNT 疫苗。南美洲大国巴西也是新型冠状病毒累计确诊案例前几名的国家。巴西政府除了宣布专门为儿童订买的2000万剂疫苗，特别陆续到货，注射年纪也扩大到5岁至11岁以上。Em nome do Ministério da Saúde, eu quero me dirigir nesse momento, especialmente aos pais e mães dessa grande nação, para dizer-lhes que todos aqueles que quiserem vacinar os seus filhos, o Ministério da Saúde vai garantir doses da vacina。虽然联邦并无规定是毋是强制儿童注疫苗，不过州政府有最后的权限来决定是毋是要求学区内学校卖予无注射人入去。较早是欧洲疫情上严重的意大利，政府原先规定，除了老师甲医护人员一律强制注疫苗以外，50岁以上其他行业的受雇劳工，伫 PCR 检测阴性的条件下，会当毋免注疫苗。不过，针对快速传开的 Omicron 变种病毒，意大利政府决定取消 PCR 检测的选项。Oggi particolare, ma è periodo particolare perché da un paio di settimane che abbiamo una richiesta aumentata esponenzialmente, in maniera esponenziale per il fatto per richieste di tamponi e anche vaccini, devo dire. 因为新规定实施的时间是伫2月15，各界拢伫看政府会安怎处理违反规定的民众，也甲公司行护。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来关心中亚国家哈萨克，因为天然气起价引起暴动，因的政府开始清场，不过目前也唔知影派出去的是哈萨克当地军人警察，也是俄罗斯派来的维和部队。哈萨克的总统有向国际找帮助，嘛甲即届的抗争认定是恐怖主义的威胁。进前镇压已经造成几若10人死亡，有几若千人重伤，而且超过2000人互掠去。哈萨克的警方是表示讲，除了示威者，其他也各有18个安全人员嘛互杀害。风声讲，俄罗斯已经派出维和部队，会踮伫哈萨克先留一段时间。来关心法国的疫情，当咧紧张，马克宏法国
总统是接受媒体访问的时，讲一寡歹听话。伊讲这话是要来刺激遐拢无要去注意风险的民众，毋过这是引起民众的不满。反对者认为马克宏挑故意甲人分顶，看悬无看低。Omicron 变种病毒滚价，确诊者一直清悬。法国政府拍算对即卖健康通行证有更较严格限制，按算1月15开始，全面做过第3剂疫苗的人才能摕到新的疫苗通行证。若无法度进入文化受限场所，或者是坐长途火车。法案伫国民议会辩论充满火药味。马克宏总统接受《巴黎晨报》专访时，故意用不雅的字句强调，都是要遮遐也个毋做疫苗人生气，尽量限制因参加社交活动，结果引起风波，起早测试2天。这法案审查停落来，反对党轮番对马克宏开炮。J'étais indigné par les propo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J'étais indigné par ses propos parce qu'il n'a pas dit que cela. Il a dit aussi que les non-vaccinés n'étaient pas des citoyens. Or, ce n'est pas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e trier entre les bons et les mauvais Français。既有派总统候选人马里勒彭指责马克宏无认为家己是全体法国人民总统，叫做派领袖梅朗雄指新的疫苗通行证计划是对个人自由集体处罚，民众看法也无同。Pour u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c'est pas une bonne phrase, ça présente pas l'image de la France. Et je le dis ouvertement, je ne voterai pas pour lui. Eh bien, il a raison, les gens qui ne sont pas vaccinés, moi j'ai 89 ans, je suis vacciné 3 fois pour le Covid, 1 fois pour la grippe, et les gens qui ne sont pas vaccinés, ils risquent de communiquer le Covid。法国要伫4月举行总统大选，马克宏到即马还未正式宣布争取连任，不过这一摆言论真像选举的话，分析家认为这是直接诉诸家己的支持者广告中间派，固执极端主义的选民塑造负责任中间派领袖形象。目前法国超过9成大人已经做过2剂疫苗，中国卫民调显示，超过6成民众支持将健康通行证改做疫苗通行证。遐坚持无要做疫苗人政治倾向常常偏向极左祈求。本都是马克宏的票源，目前上强对手共和党的佩克莱斯也支持疫苗通行证。伫这议题上，今年攻击马克宏的态度问题，公司新闻是会中评价。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国会暴动满1周年，美国总统拜登咧发表演说的时，伊是美国总统 Trump 是自私的骗子，爱权势伤害美国的民主。来关心菲律宾的疫情也悬，总统维安小组内底嘛有人去会着。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地是下令，即马讲要抓无注意风车，而且佫违反其家人的民众。来关心美国甲日本外交甲国防2个部会部长的会谈，伫明仔要举行，按算会讲到台海的情势，也佫有日本的安全防卫角色。礼拜2就是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的投票日，民进党的候选人林正吉是呼吁颜家爱出来面对侵占公有地也佫违建的争议。若国民党的候选人颜宽恒是批评民进党拢动用国家的资源来助选。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投票日剩3天，民进党候选人林正吉伫公党明代陪伴下扫街，针对国民党候选人颜宽恒家族南屯棒球团招太所，刷啦曾恒会见，无配合会勘或者是无听读者的动作，强烈批评。这么多其他的家族之间的事业跟土地的征收，是不是有关这件事情？我相信选后大家还是会持续检视。严家也不要觉得1月9号之前违建都放在那里不拆，1月9号选完就没事了。颜宽恒也把握时间扫街争取支持，对外界关心选前是不是有国民党大咖徛台助选，伊强调焦点是伫地方，反对民进党动用府移动之力支持林正吉。总统蔡英文顶政府高官完全是假。总统是全国的总统，不是林静怡的总统，哦，他自己可以做专机啊，别人没有专机啊，只有他可以做专机嘛。那其他的部会首长啊，哦，你看他们来就3次交管了。中治选区立委补选5个行政区有将近30万的选举人口，初6早起，各区公所人员去财政部印刷厂领选票，警方出动24名警力甲6台警车护送，避免有人来乱。今天早上7时起，分别由乌日区、大肚区、龙井区公所出发，前往财政部印刷厂，护送选票。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号票警力会进驻各区公所，一直到70早起将选票送回台中市选委会为止。中市地位补选全国拢在关心，警方也正紧张。记者综合报道。那东港还有另外一场选举，这是台北的艋舺无党籍的立委林昌佐的罢免案。昨昏，总统蔡英文是陪林昌佐去艋舺表示拜拜，献身相挺。面对林昌佐有民进党的支持，罢免团体是怨叹讲，因是黑笔咧对抗大海翁。罢免进程上尾3天，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陪无党籍立委林昌佐去艋舺庙拜拜，学了林昌佐在地服务，国会表现甲国际宣传拢做了真好，呼吁选民都要投下无同意票。阮2016年开始就一只做咱在地的立委，伊实在是为咱的在地做足侪服务的啦，吼。连总统府都是他服务的对象了哈。很多人愿意来给我们支持，跟过去问政的这个肯定。我相信有这些人出来帮忙呼吁，我觉得有更多的乡亲会知道说，反对罢免就是要出来投票。那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副总统赖清德拢翕影片要来斗拍选战，甲林昌佐有民进党的支持来比，罢免林昌佐的团体，敢有一个人徛伫宣传车顶悬，伫路林咧拜票。因怨叹讲，罢免案变作是在地少数人对抗民进党的局面，用整个府院党的力量来去压在地青年的声音，一个是高高在上的执政党，一个是在地最接地气、最草根的声音。这样的悬殊、这样的落差比起来，我就问你民进党，问你执政党，问你林昌佐，你好意思吗？离罢免林昌佐投票剩无几天，支持甲反对双方拢呼吁选民爱出来投票。根据选罢法的规定，罢免案同意票爱达到58000票，而且爱比无同意票还佫较侪，才会当通过罢免。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为着要防止食酒赛车，日本的临时会有安排防止食酒赛车相关修法，条约拢有提出加重罪行的修法版本，希望会当达到警示吓惊民众的效果。去年底，高雄一家4个人和酒后赛车的人弄到死伤严重，高雄市政府展开8天的加强查查，发现535件酒后赛车如何杜绝的。立法院临时会议纳入酒后赛车防治相关修法，国务部处长陈明龙强调，国务部立场是从严从肃。酒驾的话，从严从速追诉处罚。然后将来在这个相关的这个处理措施方面的话呢，我们都从严，这是一贯立场。至于说委员所提的酒驾的刑责要不要再加重到什么程度，这个有讨论的空间。今日刑法第185条之3，若酒测超标，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次数相当，有期徒刑10年，当刑是相当关7年。条约立委提出加重法则的修法版本，希望用合作生存侥幸的人，各立委关心酒精锁制度的成效。交通部承认成效无好，会研究修法。110年12月，我们了解到重新考领累积就是重考的大概有2598人啊。那目前呢，他真正在有酒精锁的登记的话，大概只有103辆，效果确实是不佳啊。交通部也在设立行政议会提出21项道路交通安全精进作为，尤其是加重酒后赛车法则，法务部重点认定亦可罚金加驾驶条件。因酒驾入监服刑的，监所除加强实施酒瘾处遇外，将从严审核假释，对未完成处遇或成效不佳的，要依法不予假释。酒驾行为如果经过行政裁罚而没有如期缴纳的，请裁罚机关立即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交通部要阁修法，触犯肇事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无就车辆、酒后赛车、甲固执酒测累犯累计期限延长做10年，提悬公车乘客罚款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偏乡的教育资源较欠缺，虽讲学校的硬体设备日头拢有在改善，嘛有在进步，也毋过亲像软体部分，老师着长期拢无够。即马有一阵少年查某囡仔，因是去宜兰南学电竞，一阵幼稚做伙推动教育生活化，加一寡课本无教的，希望鼓励这囡仔自主学习。明仔暗7点半，青春咱的梦，咱做伙来看这阵老师安怎带囡仔认捌家己，创造未来。可以跟它的大小多大？你先拿一包出来看看看。
每一天拢有无共主题课程的小人1号，甲学生做木工，家己煮中昼顿。透过体验，互囡仔探索课本以外的生命教育。这是2018年成立的春苗教育发展协会创办的体制外创新教育。大家所有的偏乡这些地方来说，我觉得孩子最大的困境是他们对自己的肯定跟自信度，其实相较是比较少的。我即摆要去澳花国小，要去遐上课。团队还佫利用一台旧的马术，改造做行动教室，车顶的桌椅啊拢真焦长。创新的思想会当互理念侵入团体搁较远的所在。也若为着教育弱势学生设计我介意我家己的课程，会当互囡仔建立对家己的信心。今日设计的课程叫做“我介意我家己”，嘿，阮认为自信心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因为每一个人拢需要去认识自己，去介意家己。用教育改变囡仔的未来，是小人1号成立的初心。团队搁甲各地册店合作，规划全国女孩联名计划，用多元的课程培养囡仔独立思考的能力。偏乡地区的女孩，她们的资源跟知道的知识相较是少的，所以她的选择跟竞争就少。所以其实我们的功能都只有一个，就是帮九英看到有这个选项。小人1号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计划，为南澳出发，连接全台湾教育的优质，推动体制外教育，让囡仔找到家己较在手的，勇敢实现未来梦想。记者罗敏祖、梁新维宜兰花莲报道。寒冷的时，北都是较活跳，伫寒天嘛较高出现禽流感。台南市的动保处就表示讲，因检查野鸟，还有死去的乌面腊杯，拢有找到喂着 H5N1 禽流感的病毒。伊是要求伫湿地附近的饲鸡场、饲鸭场一定要加强防疫措施，而且这款 H5N1 的禽流感，嘛会喂互人爱特别细致。出动消毒车加强鸡鸭条四周围消毒。最近高雄嘉鼎湿地、台南树草湿地这所在，验出鸭科会使加死亡的乌面腊尾有 H5N1 的亚型高病原病毒。台南市动物防疫保护处水基村附近5公里29个引擎场要求人车管制，爱甲围网围好，千万唔通互野鸟飞入去，无会妨害3万至15万。不定时的会到我们台南市这些养禽业者去检视他们的围网到底有没有漏水，不漏水的情况是都很少了。入冬以来，已经伫高雄、台南、甲台北的野外检测到 H5N1 亚型高病原病毒，甲韩国、日本所发生的病毒株真共，可能是盗鸟炸入来。专家是讲 H5N1 毋捌伫国内引擎场检测到，伊会喂互人，所以爱专业主动，毋通互伊入去引擎场。因为 H5N1 是会感染人的，尤其是 H5N1 就是相当那个毒力相当强的。我们到目前为止，台湾还没有 H5N1，所以这个还是相当紧张的。最近也传出2员减少，是因为2家感染到禽流感。农委会防检局是讲，影响生卵率下降的因素真多，包括疾病甲温度。按过去年敢若一间2家场确诊。12月伫中华德同感染 H5N2，杀掉16000多只。今年是中华大城2中家场，即间无生产卵，所以袂影响到市场的供应。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关心家己当招的六家大牌，长期拢是粪扫。附近的民众为用就会去拼，严过生病就拼袂清气，因即嘛是望政府会当斗相共。为大牌内底甲粪扫清出来，布华顶面阁有一大堆等要清理。东石乡六甲大牌一直以来拢积真侪粪扫，伫下7传有一位村民张永林，自20冬前开始，逐工拢利用时间来遮拼粪扫。不过情况也是完全无改变。今仔日所看这拢是冰山一角，我为顶游迄个扣啊已经来到遮，安尼20年啦，20年较扣都扣袂完啦。较无好的就是尤其像这农药罐啊，这农药罐啊，这农民你看头头咧、硬硬咧，怎直接来拼咧这个河川。六甲大牌经过新港六甲东石是家己县重要的排水设施。张永林讲，细汉时阵拢伫遮耍，唔甘即马变甲遮垃圾。但是20冬来，粪扫都是清袂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也会了解说，我们六甲大排下游的这些垃圾
它上游的来源大概是哪些的排水，或是哪些的河段是最严重的。然后我们这个针对这个包括垃圾是哪些类别，我们会来做一个调查。环保局指出，大卡大排长数10公里，会来评估湿地减湿器的方案，嘛会配合水利单位、农业单位来清理甲预防，希望减少河川的粪扫，避免粪扫流出海，污染海洋。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镜头来新竹关西有一间土地公庙内底的土地公，互人摕斧头去破坏。那200公尺外，阁有一间移民庙内底金身嘛共款，庙方是批评这款行为真恶质。监视器翕到这个查甫人看起来无个样，一秒竟然举斧头就对身上扑落去，身上的头顶明显起一角。唔那安尼，另外2尊神像甲移民爷的牌位，嘛受到恶意破坏。3尊神像，还有一个移民爷牌位，总共4个。这个神像被斧头砍过的，都是要重做。很可恶。现在已经也侦查不公开了。现在我们据我的了解，是我们本地人。这间在地有100年历史的移民庙，是民众常常来参拜的信仰中心。去年11月，有人挑工破坏，想不到200公尺以外土地公庙，嘛发生同款的代志。要换新的啦。今天我那个土地公很重啊，我们先砍竹子来，明天要先把它伸到桌子上，不能在地上。警方接到报案，已经对监视器画面锁定对象，通知有相关的人到案说明。2间庙敢是同一个人犯案？目前需要搁再背后清。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环保署推动温室气体减量甲管理法修法草案，目前当地听各界意见。若进前全国的工业总会有提出7大建言，内底就包括建议唔通甲净零排碳放入去法律内底。这是引起环保团体不满批评工总的建议，因即摆嘛呼吁政府骹手就要砍咩。气候立法加速前行，6大重点实践净零。几内环保团体要求去年环保署预告的气候变迁应用法，其中2050控净零排放要加速立法，因为日前全国工业总会提出7大建言，其中净零排放目标，因认为无需要紧立法。和款团未当认同。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退步的一个行为，因为唯有这个目标入法来讲的话，才可以让我们的整个气候政策里面，从我们一些短期的一些思考里面，走到整个长期的规划。除了2050控净零碳排卖赶紧立法，工总的建言，阁有避免中和扣能源税甲排放交易等等，征收碳费要合理，汇率买哪做哪调整，保有产业减碳奖励。不过款团嘛无赞成，表示汇率的制定原则应该是有效减碳，政府的扣税嘛无应该阁用来补助企业。会不会造成就是产业左手付碳费，右手领补助的问题？而且未来呢，我们的温管基金的规模可能会高达每年可能会有300亿的规模。那这个时候呢，你全部再把这么多的钱全部再回去挹注于产业的补助跟奖励，这个东西是太狭隘的。针对款团的质疑，工总回应，在修法进程，大家拢通表达意见，嘛会尊重。环保署是表示，目前陆续召开意见商会，会阁甲各方讨论，照政府推动的方向来执行。记者陈亚文、徐凯台北报道。消基会是公布2021年去年消费者较关心的10大新闻，除了德鲁古族共和摆卖。高雄城中城大火，还有前几 KTV 的火灾，才会死亡的事故。另外，消费者嘛正关心厝起价，还有外送救援、防疫物资甲食品安全才会议题。消基会是表示讲，消费者普遍拢认为去年是艰难的一年，因为充满痛苦甲欺骗。2021年真无平静，重大公共事故造成超过100人不幸过身。消基会公布2021年消费者关心的10大新闻：第1名泰鲁高号摆卖，第2名高雄城中城大火，第3名莱克多巴胺强制标示要搁再加强，第4名台北钱柜大火，消基会提出团体诉讼要求赔偿。那第5名也是唯一比较较正面的新闻，民事大法庭裁定消费争议案件。精神损害会当用天罚性的赔偿来赔。去年的2月26号的时候，最高法院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啊，也就是以后啊，所有的这个消费
者所受到的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1到5倍不等的惩罚，消保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第6名嘅共有4件，包括天龙游览车弄山事故，外送平台去年申诉量要过2000件，厝价大起，也有台湾塑胶杯啊，一年用掉20亿个，参第10名彩色翠暗验出有盐。总的来讲吼，这个民众是真艰苦，为什么呢？物价直波动，一直在起价，有高惊拢个是这毋是伤就是死。希望明年虎年吼，大家会当遮好这遮好的这个势力吼，大家拼经济，大家拼疫情，互消费者更加幸福，更加安心。消基会表示，2021年消费者反映是心痛艰苦的一年，因希望政府重视消费者的心声，互虎年会当克服疫情，稳定物价甲社会安全。记者民警郑海文台北报道。今年军公告薪水调关4%，劳工团体昨昏是专工去行政院门口抗议，因是表示真侪国营事业拢无对咧调整，致使一寡民间的企业薪水嘛拢无有悬无加薪，呼吁政府爱去关心。行政院是回应讲，国营事业加薪水，3月份应该就有好消息。成长下下叫，经济成长下下叫，劳工上岗妈妈好，劳工上岗妈妈好。今年公共考精管调薪起4%，等这月预算审议通过了后，就会来实施。不过工会团体指出，真侪国营企业调薪又搁伫咧观望，致使民间企业也无对咧行。册6个日头的产业总工会伫行政院门口召开记者会，呼吁中央应该核定调薪机制达到4%，嘛要求基本工资要起到3万块。去年我们的那个经济成长也达到6.09%，那渴望今年还会以比照这样的一个水平在走。通货的膨胀这样的那么严重，到外面去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只有我们的劳工跟我们的国营事业还没有做调整。先把我们的国营事业调整到跟军公教一样4%，然后来带动民间企业。政府也说我们现在少子化，结果你的起薪没有3万，没有3万，我怎么养家庭？王祖凯讲，伊嘛伫国营企业食头路，是做阿里山新林铁路的维护甲保养。这份工课已经做7年啊，薪水只有29000块。最近的新进人员起薪嘛26000块尔，实在是伤过价。针对这个诉求，行政院嘛出面提出回应。中央政府总预算通过之后，然后人事总处的话，他就询问给经济部，说工人也要调整4%了。他们拿到这个公文之后，就会询问给国营事业，请他们尽量比照办理。行政院表示会整理意见，过来讨论，估计伫3月份就有国营事业调薪的消息。针对民营事业调薪的部分，因敢若表达讲看法是乐观的。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今头来日本的德岛县海洋町亚洲海华铁道公司，即摆是推出全世界头一款商务式的车辆。这款车会使驶伫大路，嘛会使驶伫铁基路，会导入偏向服务老大人，解决时大搬车无方便的问题。细只巴士慢慢爬行，详细一看车头有点仔特别。日本德岛县海洋町亚洲海华铁道公司推出全球第一种商务式车辆 DMV 商业载客服务，正式投入营运，用伫车路用伫铁基路顶悬咧驶。DMV というのが、ご存知のように線路と道路と両方走ることのできる、車体ということで、今まで道路だけ、線路だけっていうような走っていたのをですね、住民の近くまで行って、人を乗せてまた線路の上を走れ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そのあたり非常に交通、特に地方の高齢化が進む中での、公共交通にはすごく、い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期待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DMV 的外形甲一般的小巴士同款，以传统树林车链驶伫一般的车路，到换站了后，铁基路站用的钢链绑落来，车身正做火车车厢，原本巴士头前的车链挂起来免用，后车链伫铁基路外侧继续驶，辅助推进。道路を走ってきたそのバスが車輪レールの上に乗って、そして前の方からですね鉄車輪っていうのがぐーっと出てきて前の車体を浮かして、そして
後ろのタイヤでそのまんま線路の上を走るというような乗り物です。DMV 系統早伫2002年就由JR 北海道鐵路公司研發，不過因為財政困難放棄計劃。做海華鐵路公司接手研發了後，總算成功予 DMV 商業使用。そのあたり、海洋庁がですね、まずファーストペンギンになってですね、きっちりと運行をしていって、それでまた全国のローカル線にもそれがつながっていけたらとそのよ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公司新聞林浩如編輯。真侪人有饲猫仔狗仔，若猫仔狗仔宠物就亲像厝内人共款。西班牙伫初5公布一项新的法案，是认定这宠物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厝内人，甲囡仔共款。所以，准讲翁某要离婚、情判要拆、要分开，双方拢有宠物的监护权，就亲像对待囡仔共款。西班牙初5新法上路第一摆认定宠物是有生命情感生物，毋是物品，伴侣应该共享对宠物的监护权。若离婚或者是分手，监护权的判定应该甲囡仔共款，以动物的福利做考虑。Lo más importante es la modificación del régimen jurídico al dejar de tener la consideración de cosa y pasar a ser tener la consideración jurídica de ser dotado de sensibilidad. Y que su bienestar tiene que ser tenido en cuenta por el ordenamiento. 在过去，西班牙法律倾向将宠物认定是主人物件，所以拍宠物官司的时阵，当初注册饲的一边拢是较占优势。不过根据新法的规定，主人爱保证宠物的福利，那其中一边捌残忍对待动物，就可能失去对宠物的监护权。另外，财务较好的一边，或者是已经得到囡仔监護權的這一邊，攏有機會同時得到寵物的監護權，因為動物甲囡仔之間存在有特殊的情感聯繫。Me parece muy bien porque yo tuve a mi perra porque quería yo un hermano, pero no pude porque mi madre ya no podía porque ya era bastante más mayor y entonces hice un poco de una engañuza y le dije al final un perro y entonces conseguí a la Naya。不只是西班牙、法國、葡萄牙這些歐洲國家，也早就將寵物看作有生命情感的生物，所以聯合政府按算進一步修法保障動物福利，禁止野生動物在馬戲團表演，甲禁止店頭賣賣寵物等。公司新聞林浩如編輯。中美洲哥斯达黎加的西北部因为起厝开发造成当地海狗、伊休困地、生活空间拢互占去。因咧找食面的时，就要买变电设备、高压电，结果互电死，害即寡狗的数量当地减少，出现危机。这种骹手正长、发声正响的狗叫做虎虎。尾溜长长的钢起，伫咧电线顶头爬来爬去，这是伫咧哥斯达黎加西北部瓜纳卡斯特省，因为人类一直扩大地盘甲发展观光，互原本伫咧森林内面自由自在，叫声会当传到几落公里远的发声狗，被飘断伫咧电线牵甲四过拢是的所在，结果这寡狗常常电着受伤。动物团体过去10几年拢伫咧救这寡狗，常常看到电甲破皮，甚至电死。La familia, que ellos se mueven en tropas, automáticamente quiere ir a defenderlo. Y cuando lo va a defender, muchas veces se electrocutan 2, 3 o 4 monos en el mismo momento. También a veces se electrocutan mamás con los bebés, la mamá se muere en el momento y el bebé queda pegado a la madre. 动物团体特别设立狗的庇护中心，专门收养迄寡电着受伤、骹手折断爱收养，或者是变做孤儿的细只狗。And we put drop nets in it. We put lots of, plastic bridges in case they would lose their balance or they would fall. And we've put them in so many different places, like throughout the entire habitat, to catch them. 动物团体也建议电线外口包十元的材料，或者是把电线戴伫咧涂骹，互带伫咧这的狗袂过去电着。当地电力公司是认为，这款危机主要是来自环境的变迁。El cambio climático y el desarrollo inmobiliario sin control adecuado en la península de Nicoya provoca desplazamientos de la fauna a sitios inseguros para ella. 受到人类入侵彻底影响，
包括哥斯达黎加在内，目前规个中南美洲地区的户口数量拢伫咧减少，已经互国际自然保护人民列入一位名单。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天气报道者来关心，今日早起水气有够，加上温度较低，合欢山落雪啊，咱玉山嘛有落米雪。另外，今仔日伫北部、东半部雨会较粗，伫明仔水气就会减少，所以落雨范围再变较细。不过后礼拜二佫会反寒，低温剩无10度。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1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1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1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19度。外岛的温度是10度至1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